綺麗だ。哦，ありがとう。你若真正当聊了去哦，哇，一只5块。哦，我都加5块。真是了。啊，规气安尼好啊啦，你打收收的啊，要转去趁啊，倒咧趁较赢啦，趁较济啊，讲话啊！错，俺办事的，俺我估计的，佢无爱说的，死得来出酸的啦。啊，希望唔使我好好考虑，我上爱带伊来说你的啫。来杜世尧小姐，点餐。要牛奶饭同我食嘞，老唔点一份好冇？唔是，要去搞看。小姐，我要点你们这个餐厅里面最贵的。好的，野菇酱牛小排。嗯。一死人哦，忙是来个按嗰幾個地方，一來就會講離婚。我要分你的錢，你講你還要離婚，一筆錢。那買貨咧投期款，跟你說，你可以給我幾多錢？要幾多錢？又不是像我在市場賣雞有什麼行情，我怎麼知道幾多錢？你是温州的吗？還有，本下真嘅聽下好唔好？阿珍呢？迄講廿爸愛帶伊個細人嘅走，唔會恨嘛？點解咁面色啦？係老唔講笑嘅啦，戇嘛！嚟。阿珍呢？啊，唔講啦。哦。兄弟，我咪攞唔做成神係。我冇得做先生。無亂停堂啦，我咪當叫無攞唔做成神咩啊？俺咩愛？你這麼還要當警察嘛？食夜飯啦，冇喺度做嘛？
哦，来，妈妈看。冇叫，反正伊采药的哈，冇叫哈。来，一年。师兄哎，你讲嘛个？阿珍哎，师兄那叫开始要讲廖秋芳啊？俺两位的，师兄啊，看妈妈，看啊，你用要讲嘛个你？你摕万元块哎？啊？迄小丽阿姨嘿。对家用事迄时，细兄的节节跌倒，其中是无办法控制自家身体的人工的。哦，妹妹啊，你也食饭啦，啥安呢？姐姐，我叫美心。哦，美心哦，哦，我知影，哦，差不多。哎，明明嘛，啊，怡君哦，啊，小珍，哦，小文呐，好好，我知影。看嘛个，大梁拢有，昨个体房有拄有做记号吼。有啦。哦，好。你有蛮好教的。你看，啊，你拢徛遮是怎啊？做事啊，聊天咧，较认真咧啦。师兄，你看。我大哥厝跟着阿姨比，要比阿姨都中奖哎。懂演的啊。有咩中奖啊？来同奖哦。越做哦，越来越甜哦啊！我无带糖的哦。太姑姑，啊，因遐间是咧点比条摆较发较太健。嘿哦，去懂演啊，好。你要三夫做的啦吼。嘿啊，差不多呀。嘿，奇怪咧，师兄诶，你头下就考人数字用慢慢啊哈，太顾看啊，打开了好吗？师兄哎，来打开。你做嘛个书案用咯？老鼠打开了。哎，打开来啦。哎呦，我你莫打机啦，做嘛咯？你看吧，太顾看，哦，太顾想哈，看，哦，蒙人来啦，天天的啦，哦，太顾老浓浓啊哈，哦，有人输人人呢，哦，说啊，乖，太顾想哈，乖哦哈，哎呦，人输人人呢，太顾说说啊。师兄哎，挺好哦。师兄以后不会迄唔迄用啊个事情，叫个书用的变都按用。他唔对哦，太姑姑讲爱上伫诶。啊真诶，你老人讲哦，你太姑姑隔壁的细伢子哦，迄中奖啦。不过其他做的事情哦，你也都唔好哦。记得哦，老大哥厝隔壁的阿姨强用，对嘛？俺唔伫。就迄唔伫，怎爱老人讲啊？你也哈伫的嘛？哦，你学嘛个？伫的嘛？伫啦。师兄来。兄哎，乡下狗，你去搞，然后看书。乡下狗啦，乡下狗啦。好了。哎，我们也要玩。来这样吗？来，你靠着过来，来，
鱼頭打出去嘅，佢家私真係帶到隨高。我要更加開發到嘅。你冇買嘅好講嘅啊！你都冇人講乜嘅，你已經答應人朋友誒，下禮拜去記啊，測試沙天數。天數，傻咩？咩叫啊？係開始。我唔記無。講都講好誒，上班幾週呢就愛做嚟電工，新年講出來才去啦。對啊。你見咩去看用真誒？你真係真曉得，會睇出這個價值。從細我就知道，有些年聰明伶俐，唔會看人的面色。你細後嘅評價還拿到嚴重獎。其他嘅唔是少很多嘅。你講做啲本地帶過來學，咪做啲土牙土是土風嘅妹妹。你哋梗要照顧日子，點解要照顧人？我聽佢講。这叫鸡卡。雞卡，雞卡你知無？雞卡，雞卡就是迄個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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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ニワトリだ。啊，對啦。ニワトリ。哦。安個啊，好靚啊。啊個唔貴，然後中月豆瓜，迄個豆咩講下？豆腐。豆瓜啦，豆瓜。豆瓜。豆瓜じゃん。お前食べないのか？そんな気になんないよ。そうか。すまんな。おいしい。おいしい。我把这便所一下啦。便所。トイレトイレ。あ、トイレ。あ、どうぞトイレ。ほらトイレ。はい。いやー、可愛いな。本当に言うの？当たり前だろお前。俺は今日は告白するって決めてきたんだからな。よくないと思うよ。よくないって言われたってお前。俺は本当に決めたんだ。いや、ここは台湾だから日本じゃないかよ。いや、お前日本だって台湾だってお前結婚したいっていう気持ちは一緒だろ。違うと思う。いや、そんなことないよ。困るよそんなんじゃお前。もう通訳してくれよ。今日決めるんだからな俺は。いやー、やっぱり良くないと思うな。良くないって言われたってお前準備しちゃったんだから。もう俺買ったんだよ彼女に。勝手にしろ勝手にしろ。頼むよ。もうそれ以上は。あ、先生啦。おかえりなさい。はい。先生。啊，真是这样啊。回家。哎呦。サリーさん。日本に連れて帰ります。結婚してください。橋本さん今晩查理去日本啦。你讲我
带我去日本哦。哎，啊，袂使啦，安尼歹势啦，不行啦吼。歹势歹势，真面目に啦，袂使啦。真面目です。俺はもう決めました。是讲这是要互我的吗？はい。互我的哦。足水的呢。哎呦，你甲伊讲啦，这收贵，我袂当收啦。歹势啦，不行啦吼。どうしたんだ？お前ちゃんと説明したのかよ。結婚だぞ。日本に連れて帰るんだよ。橋本さん讲要带你去日本啦。你要带我？はい。还是讲要带我去日本？害啥啦？要带你要跟你结婚啦。我甲你讲，你当作我是唔捌是吗？当作我是上好骗吗？真正做死我会咧！どうしたの？どうしたの？なんで怒ってるんだ？されると思うから。騙して。誤解だよ誤解。シャオリー。シャオリー。シャオリー。君を騙すなんて誤解だ。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れよ。哎呦，你是创啥啦？哎呦，小丽小姐，橋本さん讲要带你是真的啦，唔是甲你讲耍笑的。啊，你到底是咧生气啥啦？你后下要安讲？嘘つけ。嘘つけ啦！嘘是讲吼，你要骗我去日本呗？我颠倒较会相信啦。哎，橋本さん哪有可能做这款代志啦？伊在日本有正当的头路。我熟悉10几年啊，你是想去倒去？骗你去日本呗？你报纸看伤济吧？我这ここで本当にいいの？いいんだよ。考えたからいいんだよ。この子の過去知ってるでしょ？重要なのは過去じゃないよ。重要なのはこれからだろ。ちょっと待てよ。待てよ。哎呀，我要哪会知影你袂甲我骗？哈？彼女を売春させるって。そんなこと俺はどうやってやるんだよ。ベラベラなお可憐な。卖就互你骗去日本卖啊啦，卖！俺はもう若くない。この年になってまた結婚したくなるなんて思ってもみなかった。だけど今回台湾に来てお前と会って結婚したいって思ったんだ。俺と結婚してくれ。橋本太太。喂，刘，我知。你这个做无用的吼，大拢没顾啊吼。啊，你管哦。哎，吃了，来吃谁了？
你即摆哦，总算是来啊咱台湾人偌好啊吼。哦。你较少的啦。我知啦。啊，你最近咧创啥？无啊，拢共款啊。我著走遮去东部啊，搁带一包花莲饼转来。啊，无菜你无伫的，我会有番个同事拢甲食了啊。是搁较大颗啊吼。哪有？无吗？无啦。你未来有啥物计划？是啥物未来？啥物计划啦？结婚啊？无想要结婚哦？想啊，我当然嘛有想过。啊，毋过我无钱无厝，罗汉卡一个，啥物计划？你哦？是讲是我咧，你拍啥啊那？若是你，我带你离开这个所在。若是你，咱总要找一个有人熟悉咱的所在。好声浪听，你敢记得么？阿叔，哎，阿谁里面呢？因为我看多了。阿叔喂，谁来喂？哎，阿珍呢？拄去读书的啦，你日搁糊糊涂涂的。好好，啊，内面唔记得。哎呦，你根本也无强用哦，那个事情小秘密的。哎呦，你做得穿缝包钱的嘿？嗯，哪有安尼啦？啊，为了缝包钱就叫人结婚哦。迄讲吼，真正爱结婚。爱上爱办酒的，唔看哦，来是拖拉古万爱酒唔迄办法，爱上爱来拖拉古买铁的，我是去尝茶的，安尼哦，你不较勤啊。错安不，爱老小你有讲到哈尼摆。你真聪明，我就老人讲的咩？小丽哦，面真个懵懵的啦，本身哦没衣衫凉咩。像迄个作做哦，较蒙面天天诶。毋过你看亚某诶，根本无像头摆安尼讲法哦，安稳难面的啊。上，唔免有知道佢有变吼。对哦，唔做伊就好哟。老人讲，迄讲你也得哦，正经结婚哦，俺要赞同两家哦，结办开也才提防啦。
重新开始咩？小丽做地做一个洗生理啊，跟你就做的是鸡肠茶咩？2、3年哦，较上条的啦，你连尾个都懂好。兄弟阿嫂，然后，也迄知足常乐阿勇说，去做啥？没啦阿嫂，你都迄唔你讲？系啦，要给他分你啊。哎呦，阿勇说爱讨姑娘的吼。因为你看的是哦。哦，要迄人会倒来吼。哎呦，不准我人来出去哦！那稀松天冲基本也输的啦，你别别插干嘛咯？那你本来伫有去收买啦，那就做我要做分人家食材呢啊！跟那边的事情关了干嘛咯？那遐开的东风，迄某一栋大创了，那养起来没就分呢？好，来本1点钟，唔好转哦，唔试看呢。哥，唔要我去参加舞会哦。唔系啦，应该主办的啦。注意到的啦，要加落呢。呀，这部剧中最重要的歌曲啊，要在结束的时候放。啊，男生找女生啊跳舞，如果女生答应，事情就成功一半了啦。成功嘛个？啊，你不懂啦。师兄哎，就回啦。枯手啊，要不能坏掉啊！哼，还是助攀你的，做在穿起来坏掉会死鬼嘞。真嘅哦，这个穿起来。懂演的啊！哎，师兄哎，中海啊！哎，你啊，都嘛在白白的嘛？唔对。因为哦，泰嘎一直重复播放这首歌，呀吼，却助攀女吼最重要的窍门啦。而且哦，按你这样做的哦，本来男生跟老女生哦跳舞的时间拉长，还刚有智慧票价。哦。按你哦，泰嘎这样比，那助攀女哦，还内行人啊。师兄，哥，我打机已经唔伫诶。召回啦。师兄诶。阿叔诶，按呀，你要做去哪？老同好有事情啊。又有嘛个事情？然后唔讲哦，你阿宝的哦，只走出去啦，枪猪狗都够野踢的，根本你做唔得出去。哦，哪有朋友低头远怂来诶？嘛个朋友，望你错，哪有转来啊？特地去转来啦。都无跳啊，叫十二人的哈，讲给发出大屁哦。也嗰啲嘅望下嘛間店哦。佢像样式啊。
这嘞？爸爸，你做事怎么去来？我去失去酒啊，至少来抗议的啊。来，我今日就上去。好，再上来。永成，你看，这老头子强发现冇？来，爸爸再见。再见。阿珍嘞，我认真考虑哦，好。嗯，爸爸再见。哎。谢谢啦，小编小姐，谢谢哦。那我们回去再讨论一下啦。哎，好，那你们慢走，那我去关灯了。好好，有事要打电话哈。好好好，谢谢。麻烦你哈，谢谢。你知道鸟多好呢，以后好诶哦，又较细地位啦。不过按呢，贷款给压力哦，就唔会按贷啊。韩国诶，看业美诶强私创，对爱做生意要懂好。我再搁请一个提防哦，迄个都做得嘞。你讲我唔错啦，我讲非都买不的哦，不贷款哦，塌定的。唔对啦，你条款我现金咩？不过也好，我都会行迄物啦。我再搁想办法咩？其实哦，我办迄本打算呢，我底影也动清楚。近边人那离婚哦，佮条款的现金唔就有的啊。讲正经的啦，你看哦，佮钱的问题啦，婚姻啦，佮唔就结结的啊，就唔是要两方安尼读死死，唔要同好诶。佮离婚哦，对你老阿传呢，就会好的事情啊。我再讲啦，近边日嫌个小妹拿钱出来买不，就马无爱喏，啊。嫌个只小妹拿钱出来。嘿呀。师兄也无身体好无？今年看落去，当初无毛病。你做得离婚啦？你看，你做得大本来几多钱？师兄唔讲伢事情。我几多钱走嘛？100万。我一死人，我一死人就想赚到100万。啊，真的成过重诶！伊细后病影喊啊都严重种，还差无想到爱送去马街，也还要拄方下期公毕。唉，你先留去空等，等下礼拜伊考试考会好，就准奖片送本去。你要本期嘅东西，去甲本期啊？啊，唔少看到去，都是听说有唔记得咧。阿小诶，麻烦了。我
今年狮子大开口，难道有很多钱啊？好啊，也钱很讲的，也係佢講的。唔用人家咩衣服買哈？好啊，我已經獻完好一擺，你下做者再獻一擺。我要聽天王的。你的錢同我的錢有差的。我有想过诶，迄讲我去上班，我可能还去中药行听书，有时候伫即口不考听书较方便。你讲好，你做的。有时候无强用啊，那件事你去中药行听书，吃饭吃饭。哎，你喜欢什么个？我去买啊。讲完这位，买去走公司好不好？嘿，哦好，一只哈。嘿。哦，一只大只哦。230啦，西上莫到。230。嘿，爱切。哎，赶快，到定位赶快免哦，那样。西上的莫到啦，妈妈会做生理用的咩？还要请阿珍呢。阿珍你就无皮啊咩？你请过来，你来妈妈跟说哈。哦，西上啊，你去隔壁个，你去隔壁了，你去。妈妈做生理啊，你请过来哈。西上，你隔壁了。我做太热了哈。哦，好，多谢啊。嘿，我要爱一挂鸡筋。好，稍等下啊哈。好来，多谢哦。啊，你要偌济？我要爱半斤。半斤哈。阮大官吼，吼就爱食这鸡筋的呢。是哦。哎。哦，我的鸡筋哦特别好食，你食过你就知影。我知，那我有定来甲你买呢。是哦，歹势啦，我就人客较济啦。好啦，我加一挂互你啦。谢谢啦。安尼吼，后摆我会较直来甲你买。好啦，后回哦，我就会知影，你就是迄打官爱食鸡筋的太太啦，哈。对啦。哎，啊我就是30。嘿。啊，多谢啦吼。啊后回吼，我一定过来甲你买。好啦，多谢啦，来。哎。哦吼。找你去找。来，谢谢。多谢哦，过来哈。阿辉啊，你有看到阮兜西厢的无？无。这个囡仔的呢？西厢的，西厢的，西厢的。
于小乔在吗？妈妈，你走去哪了？你走去哪了？我都听不懂你的嘛。伊伫菜车找无路，有人好心看到，不过伊报的路拢唔对，刚才你有报案，才会出来遮。歹势啦，警察先生多谢啦。太太，囡仔爱顾好，知无？我知。多谢啦，警察先生多谢啦。免谢多谢，囡仔顾好，莫阁胖去啊。我知影，多谢啦。有事情都来不及就好了。因为都是妖魔，妈妈炖给本身好吗？哦。啊，真的，带谁用的先去洗身。哦。注意点哎。下礼拜初一，唔好离妈妈太远嘞。再个按嘞，我出去打人哦。快快。阿 Q。阿 Q 在查哎。哎呀，大送钱。啊，爸爸。阿弟。大送钱啊，乜解？哎呀，哪来个钱啊？含迄杜业家的养来的钱。Q 妹，金钱唔系反对阿 Q 杜业家的嘿。反对有用嘿，含迄就用去插法的。有钱唔去买屋的，你买茶来做嘛咯？错看那里啦。啊，啊，唔要留下来吃饭嘛？哎，不是猪哎，向他出一声。挨得冇爱咧，挨要动到些咧，那冲按后面。嗯。哦，阿 Q 带你出去啊，带你出去兜风啊，安布头一身鸭丝，好吧？真嘅啊，我去雅思诶。真紧啊！要完了。不过雅思还没下题。赚来张虾，唔好俾人跳下去啦哈。几细箱诶？细箱啊，向阿姨啊。阿 Q 丫头哦，你死恁的呢，系嘛？唔要跳开嗰條奧多拜，規家人就做得追哦。啊，細箱誒，細箱誒啊！阿 Q 帶人出去了，要掉啊！阿未休困哦？阿未。啊，有啥物代志啊？頭家你好。無啦，我是對面吼，阿 Q 的小弟啦，我是阿嘉。哎呦，缘投呢？無啦無啦，啊，恁這零件是做奧多拜的哦。做加工啦，啊，司機歹歹啊，罔做罔趁啦。哦。啊，內面啉茶哦。無啦，阿 Q 買車。你帶伊拿出去佚佗啦。這麼好哦。送他，好，先來去啊，好，順家順家。Q 茶有獎啊！啊，送茶，真送茶。按好事，这去零三，阮同阮是做乜解喏？慢來看看啊咧，佢無聽眾有那個穿錢的機會啊！我喺對面嗰啲講，佢就係做嘅放一個奧多拜嘅人片啊。哦。哎。阿 Q，叫做對穿東東錢嘿。阿 Q 咩唔理呢？
你知道佢有傳動到錢嗎？佢傳動到錢咩咩本地，係嘛？啊，落去啊！也冇開一條巷嘅哦，冇意思做震動嘅行業啊，出聽也沒地啥，聽聽啊，下一擺我要穿錢，咩要買一台本身上嘅車。好啊，竟然咩安補啊？這個同樣未講，啊？阿佢一台菜呀？係走冇？走冇哈？嗯。去人日本一台菜。哎，有兩喎？有啊哈。大量啊。啊，佢今日帶一條去新公園，一連雙美茶，好嘛？好。啊，我要來啊。啊。哎呀！冰山西施，啊，你是啥物意思哈？当下规礼拜拢无开，生意爱做无爱做，我是有投资的呢。小姐啊，歹势啦，你放心啦。啊，可是讲我真正嫁去日本，迄本钱我会还你啦，这单无要做啊。莫开啊！你要嫁去日本？婚礼哦，一定爱伫咧台湾办啦。大丈夫，大丈夫。OK。天涯何处无芳草啊！何必单恋一枝花，爱抵他手。爸爸，想要爱拢会嘿嘿。还有阿姨啊，需要阿姨啊。表姐无钱。来，上来我敬你。